来看日食月食，来，伊卖写唔对，日食的食安怎写？吃饭。就是价哦，就是食而已哦。你不要再给它加一个重复哦，没有重复哦。然后好，月食也一样啊。但是我用台语的日食安怎讲？日是早上。无，咱台语用会倒变过来对无？无啦，实日啦，所以咱台语的时，实日迄个时是有重复的，是有重字边的时，人家加点重字边。好，你台语咱从台风咱讲风台嘛，这语法会无共嘛。像公鸡是哪？鸡公嘛，鸡公鸡母嘛，迄是咱会甲名词下头前，形容词下后壁。哦，所以咱迄个日食，咱台嘛讲食日，但是咱迄个食，咱若变做食，啊，咱变做食。啊，无咱会讲天狗食日，啊，因为天狗食日，啊，天狗食日，因为传说日食的时阵可以安怎？有狗吃。天狗食，啊，所以大家出来安尼讲落嘛，对无？你讲着讲落，以前一个老大的吼，生两个上生啊，迄个上生仔囝，吼，要互继承家业，所以老大就去找算命讲，你给我儿子吼，取一个，迄老大姓陈，姓陈，伊讲你甲阮囝和一个很响亮的名字，上生仔囝，好，算命好啦。你大儿子叫陈德龙，你二儿子叫陈东强，好漂亮个德龙东强，安尼有够响亮的哈。老大老二一起念一起叫说，比如德龙东强两个过来，好，你要响亮，有够响亮的啊。所以一个青龙虾一直讲，好，那个。天狗下走了，啊，传说太阳饼也是这样来的啊，有听过无？老婆饼。就是这太阳饼就是也是日食的时候被拜嘛，像讲迄个要甲天狗安怎，甲成造嘛，啊，所以做出太阳饼啦，对无？因为着太阳要不见了啊，要叫太阳回来啊，啊，我想要叫太阳饼啊。它有里面有没有包太阳？它老婆饼里面没有包老婆。对啊，所以名不副实，对不？钱包里面也没有钱。花枝羹面，你有还有花枝羹面的豆腐了？迄个雅琪亚叫一碗花枝羹面，讲，头家娘啊，你想要这个花枝羹面，我规碗食了，内底一块花枝个无？头家娘讲歹势啦，花枝是我的小名呐，这间我开的啦，所以叫花枝羹面呐。其实我卖羹面而已啦，好，让他可以，广告不实。二来，是安怎会发生日食？足简单的嘛，重叠啊。就是月娘走来中嘛。去甲日头冻掉的嘛，日月地连成一直线，让你看不到太阳，对吧？这叫日食。来，但是啥哪有日全食、日环食，够啥？日偏食。日偏食，你太阳不吃蔬菜水果，没有营养，偏食。好，你看着安怎？来，咱来演示。
太阳因为伊毋是一个点光源吼，伊是有一个体积，而且它体积还蛮大的，所以咱画这根线，咱拿安尼画。好来，看下，这个所在叫做本隐区。你若伫咧本隐区内底，你全部的太阳拢炸掉的，完全看无。然后，这黄色的叫做半隐区。伫半隐区内底，看到日头是安怎？看到一部分，一部分都早的。啊，若本隐半隐以外，你若伫遮也伫遮无早着，全部拢看有。哦，所以这个是本隐半隐。哦，所以你的光源，你今天如果是点光源的话，没有什么本隐半隐的，你一定是因为你的光源是一个有体积的东西。你在光学上还画出本隐甲半隐，就是讲你的光源啊愈大粒，你的影子的边界就会越模糊。所以伫咧边界的所在等于半隐区，啊伫咧中的所在叫本隐区，安尼知影吼？所以日全食就是咱地球顶悬的人，和咱地球较愈伫遮。伫这个部分的人会看到日全食，伫半隐区的范围人会看到日偏食，啊日环食咧。然后问你一个问题吼，你感觉太阳看遐大，月亮看起来？月亮。咱就会知太阳较大，但是看起来，这有点天文巧合哦。月亮跟我们的距离是太阳跟我们距离的，太阳距离我们是月亮的几倍？咱算看卖，咱用时间来算，光从太阳到地球偌久？光年。时间啊。500秒啊。啊，光从月球到地球偌久？这恁光学无读过？无。光从月球到地球是1.3秒，因为光速偌紧，光速每秒多少3乘以10的80方。30万，所以月球跟地球的距离多少？40万，所以1.3秒。啊，太阳你要乘500秒，所以差不多400倍，距离差不多400倍。然后，今仔日太阳若甲月球摆伫相共的所在，太阳看起来拄啊是月球的400倍大，啊伊拄啊400倍远哦。这个结果会造成讲，太阳甲月球看起来差不多大，啊毋过因的轨道是椭圆轨道，就是讲有当时啊伊会较近，有当时啊会较远。伊毋是一个正圆形的，所以造成有当时啊，若做讲月球离咱较远，太阳离咱较近的时阵，月球个无法度炸规粒的日头，所以这个时阵日头会安怎？留外口的一个，互你看会到，所以迄个时阵就叫啥？日环食。日环食就发生讲，假使讲你的人伫遮。你个人伫遮，安尼你看到就是外口一个，哦，伫这个所在啦，哦，无是啦，用感仔色。伫感仔色这个范围内，你看到的就是外口一个日环食。来，我要问一个问题：今仔日若发生日食，有没有可能？地球上的人，同时有一个地区人看到日全食，一个地区人看到日环食，敢会安尼？不可能。应该袂吧？因为我甲拄仔讲过，迄是距离的因素啊。
啊，咱地球今天是太阳，如果它比较近，月球比较远，你就会发生日环食啊。所以今天如果日食发生，要不就是日全食加日偏食，要不就是日环食加日偏食。而且你也看到日全食和看到日环食的区域，拢是较小的范围。你会较大的范围，才会看到日偏食。啊，当然嘛有的所在人完全看无，安尼知影吼？所以这就是日食，无可能有一个时间同一个日食发生的时阵，有的所在看到日全食，有的所在看到日环食，因为这是距离的影响。来日食，啊是安怎无？日食发生伫阴历初几？啊，月球伫遮日期，初一嘛。初一。初一才会发生日食嘛。啊，日食一定在白天，没有问题吧？你马太阳下山讲啊，日食了，日食了。啊，你马卖初一讲月食了，月食了。月食一定发生在什么？月食是啥物状况？我问恁一下，恁的台灯吼，你一般恁台灯拢是下伫倒顶嘛？啊，恁是下伫对一边？倒边。你若右撇子是下伫倒手边嘛？无你会看到日食嘛？你的日食就是你的光线照到手，你的手的影子又映到你的书上嘛，对不？其实台灯上好是就样来头标，安尼你仰头袂直接看到个灯泡，啊，从后面照过来，从后面照过来，你若右撇子你要放在哪边？左边嘛。你会不会放在正后方？那你真的标准的月食就是这样，你的脑袋就是地球，那个书就是月球，那是太阳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为什么看不见我的书？因为你的头的阴影上去，这就是月食的原因。我来教大家，你左撇子的亚手，这么多哦。有研究报告说左撇子比较聪明，所以带去给研究失败。你果然只有一个比较聪明而已。同学我讲，通常左撇子我讲，没有错，你看哦，你看哦，你看哦。你看哦，你看哦。四分之一的几率而已。像我分析给你听，你看咱人的头脑分两边对无？左脑右脑对无？伊管无共的所在哦。第一，你的右脑是管你的左半身，交叉过来啊。你的左脑是管你的右半身。第二，在思考方面哦，咱的左脑叫做逻辑的脑。给讲它是纵向思考，有逻辑的思考；右脑叫做创意的脑，给它是横向思考，跳跃式的，有给讲右脑是创意的脑啦，左脑是推理的脑，对一边较重要，拢非重要对不？你要全脑型，就是两边要均衡发展。但是你看哦。你伫学校上课哦，你用对一边较济，你用左脑较济，还是右脑较济？左脑较济嘛，对无？你的右脑就是用创造的，比如讲美术课啊、音乐课啊，音乐课也袂叫你作曲啊，美术课也袂叫你美术课叫你造流尔。所以，我们平常生活吼，用到左脑的机会多。你拿右撇子哦，你又训练什么？训练你的左脑，对不对？
所以长期以来就失衡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是左撇子的话，你就会经常用到你的右脑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有助于左右均衡发展。安怎啊无？但是你即摆若右撇子你免改过呀，你就尽量用左手就好了啊。你不会用左手写字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可不可以？好了，不要讲擦屁股啊。滑鼠拿到左手啦，操作滑鼠很简单吧？我告诉你很难哦，我试过哦。你把滑鼠放到左边，结果是你的右手又拿过去拿了。啊，你啊，用藤丝啊，用叉子，用笔可能有点困难啦，因为筷子的技巧比较深，对不？讲到筷子，我又有做一个研究哦。再来调查一下，你三筷子哦，刚有交叉，唔知哦，唔知你阿看卖啊，这种的叫交叉啦，啊然后这种的就是无啦，这种的无交叉啦，啊这种的有交边咧啥？来，咱调查一下，咱调查一下，你三筷子是这种交叉方式的，举手，交叉。那你借哦。交叉怎么夹？啊？交叉啊！我就是拿这样子的啊。好放下，无迄个，这种的，无也是那你为什么可以两个都举啊？我左右不一样。啊？我左。都会。我用左手我是交叉，我用右手我是。哦，左右手不一样。差不多哈。这有优缺点，晓得吗？我跟你讲，我写过论文的啦。交叉的好处是什么？交叉的好处哈，是可以，它像剪刀一样，可以剪断面条。啊，你今天要把面条夹起来吃，然后就会剪断的。啊，如果太长啊，你要把它剪断啊。啊，如果太短，然后你要把它剪断。啊，好啦，我管你用什么，反正你看它不顺眼要剪断它，你就可以啦。但是哦，没有交叉的有一个好处，交叉的缺点是哦，要夹花生那种东西的时候，偷刀吼，会困去。啊，你拿这种的哦，偷刀吼，做好用。所以张拓武在代码书读器里面说，他们那时候在战争的时候很困难的时候，他们物资很缺乏，咧假偷刀吼，这边有假偷刀吼，因为规定上面念在只准骑马不准抬轿。什么叫只准骑马不准抬轿？你一次夹一颗，是不是好像骑马一样？啊，什么叫抬轿？那个。无你迄筷子吼，啊白白啊为迄个盘安尼吐过，安尼夹起来，安尼是不是一夹就3-4粒土豆？啊，迄叫抬轿。啊，你袂当安尼啊！咱咧一盘无几粒啊，互你抬轿起来，别人要食无啊？那你可以一次抬一颗就好了啊。所以只能骑马，不能抬轿。啊，结果我看你进壁里咧食早顿，结果土豆无人要食一大盘，结果剩咧尾啊有人爱食的，规个安尼规盘撒起来，我只看规盘撒起来，你安尼倒落哦。啊，伊食徛顶一米就食到尾，这毋知叫啥？你若骑马抬轿，这毋知叫啥吼？海啸。海啸。大风吹。日本地震。啊，你弄来物资缺乏的时阵吼，偌可怜。啊，所以练习啊，右撇子多练左手，会变得比较聪明。好，左撇子继续保持。然后现在就开始用左手写作文，相信我练过哦。一堆人集合。我伫我这边太无聊用我他妈练左手写字，我练了1个礼拜之后，终于让我的字可以让人家看得懂。你不是你下雨家画买，
写什么？我天菜虾啊，金虾米啊。我以前搁练一种啥，也毋知。左手，然后在黑板写名字比较好写。遮进色的伊，上久无练啊。哦，你看我的人生偌无练。老师，那个同学说，老师，你有自闭症的人，你为什么？今天啊无，讲到左右手，我再教你们一个。我在15班玩过，我好像今天教你们玩过。来哦，右手握拳，在你大腿上轻轻的敲，左手张开，在你大腿上前后磨。来，一起来，一起来。有肢体障碍无？有人讲安尼无？啊无安尼无？没有问题哦，换。左右互换，你要捏石头就要敲，布就要磨，换，我台湾因为有肢体障碍，你有老人健康操。还有那个同手同脚。系啊。做久一点的这个。各位算无？啊无啊简单呢，啊简单呢，手指体操。安尼，张开哦，张开哦。来，今摆你把你的食指抬起来，其他不要动哦。食指抬起来没有问题，只有食指抬起来哦，其他保持原位哦，没有问题哦。来，小指下去，其他不要动哦。来，一起。没有啊、来两分开，两分开，你往安尼？两分开。这有口诀的哦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做一次。这有口诀哦，来，这位来哦，来上面动一动，下面动一动，上下一起动，中间开个洞。安尼敢有困难？无吼，啊无来算呢？有算会无？初级版的，先初级版的，这枪跟舞嘛吼，枪跟舞嘛吼，然后换过来，换过来，换过来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有问题。这样有问题？听一下。你在外面这样，两只枪跟双管的。这初级版的而已啦。来进阶版的，你枪追过去要打死一个人啊，5个人对不对？打死一个，剩4个回来，再打死一个，剩3个回来，再打死一个，剩2个回来，越打越多。再打死一个，剩1个回来。来看好，4、3、2、1。好。可以啊，反正就是练30眼了。我越打越。让你相信我有自闭症了没有？那时候我从5个打完开始5个，我打了1次还是5个。有人泼我。其实老师从头都比个5，然后还说比。大肢体的啦。有人泼。有一个，如果你觉得手指不够灵巧我们来上背了就好。这样转圈圈，右手转出去哦，转出去哦，左手转回来，来一起。来，毕业前考过这刚的考过了才可以毕业啊。光是在1、2、3、4、5就没办法了。啊，对，还有一个做早操，来做给你们看，有没有看过？来看好哦，做早操啊，做早操，早晨起来做早操。来，
分解一下，这其实很简单，它只有4个动作，1、2、3、4、2、3、4、3、4、3、4、2、3、4。1缩回来，2面对，3缩回来，4还原。好，这第一动哈。来2缩，在2的时候呢，就一个指另外一边，然后3、4还原，然后在3、2的时候换边，3、4，然后4就跟1一样，4、2、3、4，安尼好，好咱那一遍吼，1、2、3、4、2、2、3、4、3、2、3、4、4、2、3、4、2，来配口诀，做早操啊，做早操，早晨起来做早操。老师，你的手注意一下。你有注意一下？这有进阶版的啊，2只手指的，不要变成比中指哈。做早操啊，做早操，早晨起来做早操。这原则就是你的中指跟食指永远要垂直，就是食指是刚刚的动作啊，但中指永远跟食指垂直。对啊。好，这样你就知道以前我的学生有没有跟我说，老师，我肯定你有自闭症。对啊，我还会左手跟右手下围棋。老师，你影片今天就要上传 YouTube 了吗？左手右手猜拳。我后来发现因为我右扁的，所以我右手都赢左手。剪刀石头。有没有？我右手赢左手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练看看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因为我想要练这呢，我以前台北读册吼，我一路坐火车转来吼，我拢无钱，我坐迄个作慢呢，所以火车顶我坐7、8点钟，受无了啊，我就想讲，无爱练这剪刀石头布，互我为台北坐到高雄，当我练起来，结果边仔迄个人吼。惊拄着笑的边仔，我较远的，无再三倒啊，我攻击吼，我边仔来坐一个笑的安尼，还惊到要死的。好啦，咱看月食啊。红个。月食。那你对月亮有什么？这就是一种合作。月亮它是这个。查波海发生月食嘛，地球陨石在月球上形成，所以很简单。但是月食只有月全食跟月偏食，因为月亮很小，没有月环食这种东西，而且它自己不会发光，所以不可能有月环食。来，个节最重要的，咱台湾讲日全食是太阳，地球进入太阳本隐区的部分，日偏食是地球进入太阳半隐区的部分，对不对？可是像月全食是进入那个地球本隐区的部分，月偏食是进入地球半隐区的部分吗？错，你得让这样套过来哈。月全食是月球全部进入本隐区，月偏食是月球部分进入本隐区。好，听好。那有没有月球进入半隐区的部分？有，我们已经删掉了，叫半隐月食。
可是半影月食发生的时候，你规了的月亮都看得到，它只是光度减弱，光度稍微减弱，你完全看不到它缺。啊，这个半影月食，我再讲一次哦，月全食是月亮整颗进入本影区，月偏食是月亮部分进入本影区，可是日全食是那个地球，因为现在是月球的影子，对不对？啊，月球挡住太阳嘛，所以地球上是接收到月球的影子，所以是地球的某一个区域进到那个月球的本影区，然后日偏食是进到半影区里面，好，进到月球，阳光在月球的影子的半影区里面，所以这两个有很大的差别。然后月全食发生的时候，其实月亮不是完全看不到，那你看到红色的微明，假如看到红色的，因为我们大气层会折射红光。你知道看10万个为什么的？你有看到来对讲为什么我们的天空是蓝色？为什么晚霞是红色？你知道10万个为什么来对用功的对？哎呀，为什么我们的天空是蓝色？你看啊，你月球宾馆看太阳，你的天空的背景是黑色的哦。你甲看到太阳迄粒光光伫个天顶，因为月球无啥，月球无啥，无大气啊，无大气层啊，所以咱背景的蓝色是啥物来的？是大气层来的啊。啊，想来蓝色，阳光不是白光。因为蓝光最容易散射，然后为什么晚霞是红色？因为红光最容易折射，所以发生月食的时候，那你看到红色的月亮，好，那你看到红色的月亮，就是因为安尼。你看日月食，甲肢体动作，看他家，啊。会哦，后礼拜小考，搁等于辅营甲习作做出来，因为咱剩上尾来考试，考试是关键嘛。